在地上大条，咱来看台中的国际会摊节。目前当伫咧台中的新社来举办，是啥未少人阵来参加。有业者伫外口摆摊推销大小的优惠券，不过有民众都发现讲，这个票券顶悬并无银行利用的保障。消保官接到申诉了后去稽查，确定这个票券确实是无符合规定。目前是已经要求业者袂当阁卖压。 敢若是铺伫咧满广中的城堡造型的装置艺术，搁再用各种无同类型、无同色彩花来布置。这是台中国际花毯节的主花毯。今年花毯节自11月11开始，会场外口有真侪业者摆摊抢生理，其中有无银行旅游保证的大数优惠券。 一组1000元，然后里面是8张，但是他买回去一看说，一张125元，但是却没有银行提供的履约保障。由消保官会同观光旅游局到现场跟业者了解状况，业者当场就同意停止贩售。台中市法制局甲管理局去稽查发现，这间业者是摆伫咧花毯节场外私人的摆摊区，并不是台中市政府同意设置，除了无旅游保证。 也无体管停书顶应该记载事项。业者讲，因卖大数优惠券，甲全台湾真侪旅宿业者合作。不过消保官也发现，其中有一寡是非法的民宿。依据业者票券上面的网址去查询之后，发现业者所宣称的旅宿业者，有部分的民宿业者没有经过合格登记。 所以对消费者保障会有不周的地方。4人房的前提你嘛门开，安尼速度已经做好啊哈。业者被稽查了，已经甲大数优惠券改做用送去。消保官提醒民众，买礼券的时阵一定要详细看内面的内容，票券要有保证1年以上的旅游保证机制。若是发生消费的纠纷，会当向各县市政府消保官或者是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会提出申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